英國業主一定要識法例篇加租全重點 Part 1。業主們注意，新法例開始後，租客可以一提出挑戰就即時凍結你嘅加租。以前加租好簡單，但由5月1日開始，情況完全改變。業主必須向租客發出 Section 13通知，先可以正式加租。聽落好似冇問題，但重點係租客可以免費挑戰加租。一旦佢挑戰，加租會即時凍結，直到審裁處作出決定。審裁處會逐樣審查，包括加租金額、生效日期、市場合理性、公平程度。如果法官同意，加租只會由判決後下一個月開始。之前等審裁處嗰幾個月係冇得追溯補收租金。而且如果法官認為租客有經濟困難，仲可以再延遲2個月。當法官唔同意，你唔單止加唔到租，仲要等足52星期先可以再申請加租。所以而家每一次加租都要準備到有信心過得到審裁處。因為新法例之下，租客權力大增，業主一定要更加小心。想知道業主可以點樣保護自己，就記得 follow 我哋睇 Part 2啦。繼續分享條款之前，簡單介紹下自己。我哋係名門物業，專注幫客戶買入優質物業，多年物業管理經驗，同埋有自己嘅裝修團隊。我哋嚟緊每星期都會分享一條英國業主一定要識系列，幫你更易管理租客，防止物業損壞，長遠幫你慳錢。記得 follow 我哋名門物業啦。